导演钮承泽去年爆出性侵女员工事件，原本他住在东区的顶楼加盖处，也成为狗仔跟监的重点，被外界形容根本是顶家乐园。如今传出他已悄悄搬离，迁入位于市民大道旁的一元豪宅。2018年11月下旬，钮承泽约长官与拍摄跑马的女员工到家中喝酒聊天，最后其他人先行离去，钮承泽将女员工扑倒袭胸，指轻得逞。事件曝光后，以150万元交保，且限制住居与出境。事发地点位于东区216巷附近的华夏顶楼，之后又被爆出钮承泽曾邀请女性记者前往，但因有人同行而逃过一劫。类似传闻不断被挖出，该处更被周刊报道为顶家乐园，里面几乎没有座位，只有一张大床，浴室则是3面玻璃无阻挡。性侵事件爆发后，钮承泽认为该处风水不好，虽然已经快过年，但执意要在年前搬家，于是清空该处，搬到他位于市民大道上，靠近建国高架桥的豪宅中。据传2016年购入时要价1.5亿元。根据周刊报道，24日时有人在东区巷内看到标注钮承泽的纸箱，当天在农民历上没有任何适合搬家或迁徙的标注。有人透露，就是因为钮承泽认为原本住的地方风水出了问题，才会坚持要在过年前搬家。